气象署表示讲，雪来东北季风增强，佮加上风台是愈来愈接近。台湾各地头礼拜开始到后礼拜三拢会落雨，尤其是北部佮东部，就要特别注意。吹七是立冬，俗语讲立冬保冬，咱嘛惯势食羊肉炉、姜母鸭来补喙空。今年的立冬，毋但袂冷，天气阁真好，也毋过气象署表示特别烦天咯，因为东北季风增强，佮加上风台当伫接近台湾，气象署讲风台的强度会阁变强。礼拜接近菲律宾的时，真有可能就会变作强度风台。未来持续向西移动的过程当中，它的强度会持续增强，并且形成为强烈台风。但因为通过菲律宾陆地的时候会受到地形的破坏，所以这时候它可能就会从强烈台风减弱成为一个中度台风。当然有可能它在出海的时候，它的强度因为随着地形的因素没有了，所以它强度有可能会再增强一点点。可是呢，它增强的情况是有限的，因为它未来向北移动的过程当中，会受到北边带来的东北季风的影响。雨水的部分，气象署表示，对礼拜开始一直到后礼拜三，各地会落雨卖反冷，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含东半部，受到东北季风含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会上大雨。另外，中南部地区的雨水要搁观察风台的路线，才有通评估。随着台风的路径会有高度的相关。好，那整体来看的话，我们现在目前的预估看起来，东半部地区还有花东地区，未来的下雨可能在周二、周三还是值得需要去注意，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情况。南部地区随台风的接近的程度，可能也要注意，可能会有在礼拜二、三的时候会有一些局部大雨或豪雨的情形。气象署提醒，礼拜含后礼拜一，沿海地区含外岛有可能会上大水雨，风嘛真透，有可能会升9级至10级的强阵风。另外，嘛有3米悬的海涌，提醒民众都要特别注意安全。记者担心东中准由台北报道。